乡亲好，欢迎收看全民台会，我是王小 K。现日参谋到乡村界肯定台界，有了解山后下山往界嘅新闻，大家印象都动心哦。也许都奇怪，了到后嘅数量又会紧来紧到，甚至入到因为生发现哦。从爱后背了解就是五条天，因为全民台会了下系到偏东嘅慢酒乡了。有几个五条做得讲系慢酒乡最主要嘅了解高经济价值嘅农作物，不过最近近年来都减少到了到后嘅影响，了到后全部为下山队是了到农民辛辛苦苦种出了嘅五条哦。赵东田农会讲，今年了五条就为了300嘅种入，100都冇好小心，所以农民都动手，系讲按个情况冇改变，佢到嘅生发运用嘅山咯。所以慢酒乡讲所系心里了嘅选手区，特别强烈合法嘅良。用虫儿嘅方式，用快虫儿嘅方式来学了到后哦。因为了解后儿系台湾体育中，就了解同步法嘅规定，系总得钱财去捕捉，甚至是猎杀嘅哦。所以按样嘅做法，係咪引起众多嘅争议？係講冇按樣做，農民辛辛苦苦種出嘅農產品，竟受到破壞，該有嘛該對策好嚟解決。全民大會今日呢度聊，求到大家向下關心，而你聊下兩批去到討論現場。好，等下大家昨天能讲条类都讨论嘅现场哦。我们在现场看到好多的乡亲都来了哈，有的呢是种玉荷包的，有的是种在地的特产火龙果，还有甚至是相当有品牌知名度的这个有机黑豆。每一个农民都带着他们心里的疑问、心里的建议来到现场，希望对这个所以满洲猴满为患的这个农损状况，能够好好聚焦来讨论。杨批为大家少改对病，第二道病，你少改系林务局保育组的组长夏荣生，夏组长好。好，主持人乡长还有各位在地乡亲，大家好。第二位来宾，我们介绍是国内的猴子专家哈，东海大学生命科学系的教授林良公林教授好。主持人好，乡亲各位大家好。第三位来宾，我们介绍是律师陈彩艺陈律师。主持人、各位乡亲、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台了解慢酒啊，了解善后啊，吼，入到了解农民嘅染气，了解污秽嘅情况，大台有经验从慢酒向公所记到有提出乜嘅策略方式，而你眼批对看了解新闻讨论。虽然台湾地基差不多集合咧，但是咧今年受到山后冲蚀，对农民来讲，等于系无收入。农民一年的辛苦，靠这里生活，啊，今日互精细算长1-2千斤走袂去，吼，作为，吼，啊，搁为着放炮啊，热然无来，阮搁请工咧放冲天炮，放到烧双边面拢烧去。烧嘛拿了5-6站、6-7站。有嘛吼，有嘛别惊啊，有嘛别惊啊。中环青鱼唔但抢山区的果然，柜台前后帮助农民的菜头使到都欢喜，多少有年头看咩唔惊，同满洲乡的农民拄到安尼情形，见都无奈何。你拢叫念去，你要看。嘿即摆伊若生吧，伊就念吧。土河坝选中乌头的农民看到嫩只本山后，使到两小日角甲小日角咪唔对样解释。啊，较早有滴落来是无过溪，即马咱这1-2年他过来过溪过来。日籍农民受到后海太阳冲，屏东县满洲乡公所5月25开始，经受2年编组2个年级组，轮流去果园探笋，减少农民的损失。我们就赶了这边，又跑到港口去，又跑到长乐去。你如果没有适度的给他一个教训的话，他真的会，跟人类玩。我们没有时间跟他这样玩了。他就是另外2面等候的冲，去立即果园探笋。都会看人，如果有人他就不敢进来。如果时间过后也没有了，我们要大概我们8点下山，他们说
这个地主说还会来。但是入夏嘅方式其實係喺情況都進來，國家山後連晚係幫助對通盤順的青菜的起配。山後有些東西不適合農民辛苦嘅辛苦，到山季嘅時係農民只唔地按用水處理嘅熱情價。前1、2個禮拜那個台灣獼猴下到墾丁大街來逛大街，引起熱議哦。其實，你今日旅遊界所在喺度那個滿州鄉啊，在這個恆春半島的這個滿洲鄉，這個猴滿為患的狀況可能已經持續了有2、3年了。簡單介紹一下我們的滿洲鄉啊，其實滿洲鄉的這個港口茶、黑豆茶都相當的知名，它也是一個因為在熱帶嘛，所以它的那個熱帶的水果、高經濟作物都是相當發達的，包括從我們看到的黑豆、火龍果、荔枝、木瓜、花生，這個種作的成績都相當精彩。不過，就因為猴滿為患，這個下山來覓食、入侵到農民果園的這個猴子數量好像越來越多哦。所以，像光今年的統計來講哦，這2大宗的主要的作物黑豆跟紅蘿蔔，大概這個損失都在2到3成，甚至更多啦。有很多農民都抱怨說，他幾乎是血本無歸，有這樣的狀況。那其實呢，猴滿會的狀況只有在滿洲嘛？其實，在長年以來，我們聽到整個在台灣的中南部，甚至到東台灣散布的各個點，都有產生這種所謂的獼猴跟人類抗爭這樣的一個新聞議題。所以今天出面台北都有滿州啊，很多安都改農民鄉親，他們都帶着自己滿肚子的疑問跟這個心酸哈，要來好好問一下，到底這個猴害是怎麼樣產生的，如何防治？那現在面對那麼嚴重的農損，又有什麼辦法可以來改變這個狀況？今天首先我們先請到我們滿洲鄉的大家長，滿洲鄉長於真春於鄉長，鄉長，請你站起來，簡單跟我們說明一下，究竟我們滿洲鄉這幾年來，1、2年來，還是3、4年來，我們碰到的所謂猴害相當嚴重的狀況是怎麼樣？自從莫蘭蒂颱風發生以後，在山上的很多食物都因為風颱去互吹歹去啊，所以才搞佇山頂無物件通食。啊，攏一直為這個山腳來吼，啊，這山高是來講已經到為了填飽肚子啦吼，啊已經無得驚人啊啦吼，啊咱農民有哪想盡辦法吼，要來甲驅趕嘛無效果啦。請問一下，我們滿洲鄉是哪幾個村猴子比較多？幾乎8村都有。哦，就整個鄉都有了。對，幾乎是。你看到那個數量，大概可以幫我們抓一下嗎？以猴子的這個群數吼，差不多有200群左右啦吼，啊一群才有25隻，超過5000隻有。5000多隻的獼猴在滿洲鄉，請問鄉長，我們鄉裡面有多少鄉民？7000多。7000多，所以7000多的鄉民，然後有5000多的猴子，然後人跟猴差不多1比1了哈。對。是，那我問一下，那農民反映給你到這邊，他們是大概面臨什麼樣的農損狀況？農損狀況幾乎都是規區安尼吼，一暝的一工就食到千起啊。這個農損的問題，我們接着再進一步請教我們在地農會的總幹事哈，鄉長請坐。總幹事你好，我想請問一下，目前來講哈，就以今年度啦，這個剛剛鄉長講的猴子的危害非常嚴重，就你所掌握到，你有去做那些農損的這個調查嗎？大概什麼狀況？它的損害率，剛剛主任講的，差不多得27%至30%啦，都可能攏總解了了啦。那像我們今年來講，因為越靠近山上，愈挖山邊，伊愈愛食，因為伊較唔驚人嘛，山邊食你就走啊。啊，快惡落的所在，伊就較唔敢。那我請教了，因為我們大宗作物是黑豆，我們黑豆今年呢，農民總共播了幾次種啊？第一期的話，有的已經播了2次至3次了啦。哦，就是因為播下去還沒長，播下去還沒多豆苗呢，一隻呀。就猴子吃光光，不得已再繼續播種。再繼續播。那有沒有抓出大概初估農損金額是多少？黑豆的話，我們1年2期啊，損失的話差不多2300萬左右啦。天哪，那這是黑豆的部分。那你剛剛講，我們所有作物都一期接一期，他就繼續吃。嘿，這把紅龍果從今年的5月份，這個6月初，我來出紅龍果出到12月，1年差不多有12期左右的紅龍果。這紅龍果呢，吼，乾不勝乾啦。你為往電往
即摆电网伫饲啦。是。啊无红龙果和胃头食到尾，较早红龙果是食红的尔呢，无爱吃哦。即摆连青的来拢总食。是我们听到了，谢谢总干事。所以我们现在台湾面临这个农产丰收，不过越丰收，猴子吃得越高兴。今天现场来了相当多种果树作物的农民，现在开放给你们，告诉一下我们，你们家里你自己园里农损状况是怎么样？我们先请这位农民大哥，你好。我来这里已经17年了。是。我们每年在看，今年特别多。哦，高巧到什么程度呢？我有看喂盲啊。嗯。伊大只的八盲的囝叫电条。是。下底乌涂啊，盲啊掀悬起，盲啊掀悬起，2月6、7只。吼，狗仔囝伊单爬伫树仔顶去，爬伫竹果去哩，用安尼食。啊，你放炮，放久以我唔惊。大哥，我先请教一下，你的玉荷包今年有卖到市场上去吗？有啊。有剩多少的量让你卖？本来今年按算有达2万斤呐。是。哦，有人去看大，就讲我的迄落做玉荷包真济。嗯。结果我收起来剩下6000斤。是，那这样子收成够你的成本吗？不够啊，我今年还个了钱啊。是，好，我们听到你的心声，谢谢你，请坐。后面那位穿红色上衣的大姐，吃菜哦，青菜果哦，很可怜啊。刚刚乡长估计是保守5000只哦，光是我们港仔村可能就有2000只了。那港仔村只是8村之一啊，所以可能这一村，因为我们的环海嘛，靠近海边啊，温那农作物也不能种什么，只能种红龙果。是，然后后面山就是中科院，那就是它的唯一的基地啦。所以我在想哦，以后这个医院可能要开个猴害精神科的。我大刚若要困哦，眼睛闭起来吼，那山河都落的。真紧哦。眼睛闭起来就看到那猴子就是采东西了啦。几乎早上大概4点天亮，要赶猴子。像这个大哥讲的，你看2万斤变成6000斤，你损失多少啊？赶忙年韩国，他一天还请4个人赶鞭炮，1个1500，4个就6000块呢。是，他自己的工没有算呢。你看他最起码要赶10天吧，就6万块了。你看那怎么办？林老师，我想请教。农民已经痛苦到说，是不是可以去看精神科挂一个猴害科了啦？哈，先请问一下，刚刚整理乡亲朋友讲到，是不是因为天气变得很干旱，尤其特别今年特别热又没有水，山上原始里真的没有猴子可以吃的东西了，所以猴子就下山侵蚀到这个农民的作物吗？究竟为什么猴子要下山来吃东西嘞？那是不是因为天气热？或者说山上的食物少，它变成下来，这个当然还没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数字推论。不过我是觉得，因为我们现在的果树跟猴子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栖地很。是不是说人的开发地靠近了猴子的栖息地，甚至重叠？对。哦，这是一个。然后水果刚刚讲过，甜度又高，所以猴子吃的就跟我们人一样嘛，假的DNA都不会忘掉，所以它就会常常记得来这里吃。到底台湾的猕猴，我们是作为保育类的这个台湾猕猴哈，它在保育很成功的情况下，这个数量是不是一直在增长？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因为农民的主观感受是觉得这个山猴、山黑啊数量紧堆紧斗，数量一直在成长。你在2000年那时候做的一个调查，这猕猴数量以一群25到34左右，大概全台湾1万多群。我们刚刚看到其实整个中南部啊到东部，甚至我们就恒春半岛这边都开始猴群越来越多。刚刚乡长说大概5000只、6000只保不掉，我们的农民大姐讲哦，这可能估计还保守，可能都破万只。究竟现在的政府或者是学术单位有没有掌控到？就我们恒春半岛来讲，这些猕猴的数量有没有被彻底的了解？真正的猴子的族群的调查，因为2000年已经经过了又18年了嘛，所以数量基本上没有再做一次清查。不过从我们野外的资料来看的时候，是在增加中。哦，老师讲到了，其实这个猴子虽然目前没有最新的研究，但是这个猴子的数量可能越来越多。当猴子数量越来越多，山上的东西不够吃，或者是有其他的环境因素导致猴群下山，所以慢就用共守哈，他们就特别积极的主动来成立一个所谓的巡守队，所谓的猎枪驱猴计划哈，这也是由代表会提案进到乡公所，然后呢，再把这个计划送到我们的屏东县政府来核备通过的哈。就是他们找了这个合法有照的猎人10个来组成这个驱赶队，然后呢，这个针对这个要驱赶的这个物种有黑窝还有鹿哥，
那原则呢，就是他们有自己的 SOP 哦，哈，那都是要有这个分班巡视，然后呢是以下组为主，不会猎杀。那重要的是这个驱赶的时段，就猴子最多的时候，包括像我们最主要的作物黑豆，每年的1到6月，还有9到12月；火龙果是每年的5月到11月。这个问题，因为它动用到枪支，也算是我们台湾目前首次把这个猎枪拿来驱赶野生动物比较台面化的一个议题。我想先请教我们的陈律师，针对公所，他们真的是不胜其扰，所以有了这个驱猴队，在用枪方面，不知道有没有跟动保法相互抵触的地方？动保法上面，事实上针对狩猎的工具并没有规定的那么清楚。猎枪也是允许狩猎的工具之一嘛，19条的部分。但是大家要去考量的是，可能是有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的问题。就是枪炮等于是把大家当枪炮犯呐。对，所以比较注意的。那现在看起来是是有照的嘛？那有照的上面都会有一个号码。那只要有那个号码，事实上就没有问题。就是有枪照的话是没有问题的。那可是因为目前警政署所核可的枪支是第一个钱塘枪，第二个就是喜得丁嘛，应该是没有错。喜得丁猎枪，那现在必须要考量的就是喜得丁猎枪本身的安全性是被质疑的，因为按照那个警政署的统计，2年的统计资料，18件伤亡的枪支里面有14件是喜得丁，所以某方面它是比较要去确认一下它的安全性。所以2个问题哈，我分别请教我们的林务局夏组长，跟请教我们的满洲乡公所。我们知道现在台湾猕猴还是台湾野生动物的保育类的一种啦哈，以野生动物保护法第21条，这是明文规范。有下面的情形之一的时候，我们是得以来猎捕或者是宰杀的啦哈。那我们就看到保育类野生动物来讲，包括第1条危害农林作物。那现在我们在买中乡公所，刚刚农民已经讲到，很多他们种的作物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家禽家畜或者是水产都是这样子的。在紧急的情况之下，是可以以人道方式来猎捕或宰杀。这个问题，第一个我先请教我们的夏组长是，我们现在满洲乡公所所采取的策略是成立这个有合法执照的猎枪队来进行这个人道的，甚至他们现在是讲到说我只是驱赶。我想请问一件事，到底什么叫做人道方式？基本上在野生动物保育法里面哈，确实有规定了哈，第2项嘛哈，危害农林作物的时候可以有一些处理的一个措施哈。那人道其实我们在103年的时候就有一个正式的函令哈，它基本上就是利用最短的时间、最快的方式，让动物可能在这个时间点里面哈，就是没有痛苦的死亡，这就是人道的一个方式。那我们也知道说危害农林作物其实不管是保育类或者是一般类动物，事实上都可以做处理。所以对于这个满洲乡公所这边有组成所谓的猎人的这个部分哈，其实我们是予以尊重。那就法的观点上面来讲的，这也是合法的。所以说乡公所现在提的是说用驱赶的方式，但是在我们主管单位来讲，真正防不胜防的时候是可以做移除的啦哈。我们讲到定义很明确，是整个把它从这个世界上移除。那我问题请教一下我们乡公所的秘书张秘书，你好。能不能跟我们的全国的观众讲一下，乡公所成立的这个猎枪驱赶队，刚刚我们律师提到的这个问题，你们的执行的有没有很明确的方式？比如说是赶，还是要移除，就是猎杀，还是你们是怎么样去训练猎人？有没有授课或者是相关的，有一个遵照的系统，让大家去执行这个任务？谢谢确实哈，我们成立了这个驱猴大队之后呢，我们办理了2次的讲习，也就是针对这个动保法的规定，以及用枪的 SOP 跟他们做一个告诉这些猎人怎么样执行他们的工作。那么就动保法21条里面我们是在一个被动性，也就是说这些猴子跑到我家来了，跑到我家里以后，我们才做驱赶或是猎杀的一个动作。所以你们也会开放猎杀。当猴子离开这个农作物园了以后，我们不予追杀这是我们基本的一个前提。第2个就是有关于 SOP 的部分我想我们有几个要件跟流程，我们都跟我们的这些猎人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说明白。比如说举证的问题，比如说这些猴子进入到我们的果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手机拍照。第2个，如果它在影响到我们农作物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做一个驱赶？假设它是被这个误伤或是误杀的一个状况底下呢，然后逃离的时候，我们不予追杀，这是我们
要求他们的一些基本动作。成效觉得如何？我想有明显的改善了，因为毕竟这个猴子如果没有一个强势的让它产生吓阻作用的话，它如果是一个窗天炮的话，没有吓阻作用，必须它让它受点伤它才会有一种警觉性，它不敢再进入这个果园里面。好，先谢谢秘书林老师，我想请教，其实以我们现在动保法的这个明文规范，是可以用这样子的手段来做数量的积极控制，在这个猴螨危害相当重的区域。我知道在日本他们也有这样开放的所谓的猎枪队或者是狩猎队。以日本的做法跟我们台湾现在首开先例的满洲乡公所来讲的话所谓的人道就是一枪毙命就地正法，让那猴子很快没有知觉，这叫人道的方式，这是我们法所明文规范的。但是我们刚刚的律师也提点到了，原住民使用的合法枪支都是自制猎枪，就是稍微比较阳春，可能是接近于两光的这样的程度。所以呢，我们在采访过程中看到，猎人要开枪来移除猴子，要来进行这个猎捕猎杀的时候，可能一枪没有用。2、3、4、5枪才能够就地正法，请问这样子会不会就是没有符合到这个所谓的人道方式？因为猕猴就是灵长类嘛，所以我想要请问的是，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跟说明，要让我们的地方政府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所谓的猎枪队要让它更有效率的达到移除猴害的这个目标，要注意哪一些事情？因为现在的用猎枪的狩猎方式第一个就是猎枪，刚刚讲过猎枪的设备的问题在日本的话，他们那个猎枪真的是标准的猎枪，而且这个就有正执照的啦那我真的是功能比较精良的。对，功能比较精良，都是真的是在国外用狩猎的那个猎枪。第二个就是在狩猎的过程中一枪毙命，这个当然是要求，可是这个牵涉到猎人本身的技术各方面，所以在日本他们在做狩猎的时候，他不会要求先猎杀，他先做方式的驱赶，因为他要看这个猴群的移动。那我们知道说猴子他们打的时候有个规定。绝对不可以打母猴。那打母猴的意思是说，你打母猴以后，母猴死了之后，它那个猴群就分类，因为我们的猴子是母系社会，所以他们如果打母猴，就会造成后果更严重。猴群就分裂以后，分裂是不是更难控制数量？对，所以他们基本上是打公猴。公猴是什么公猴？一定要脱序啊！刚刚也一起讲过，他要进到家里面，你用驱赶的方式都赶不走它，这个时候才可以进行猎杀。一定要前面要有个动作完之后才可以猎杀，而不是看到它到。就打它，这个可能会有一些后遗症，你也不知道它是公的还是母的，所以他们有一定的步骤 SOP 非常清楚，不是只有光只是说打的一个问题，包括猴子的行为、猴子的生态都要先知道。猎枪队的猎人是否训练有素，共识是不是清楚，这个很重要。这个问题我请教一下我们的农官课的课长，课长你好。基于我们乡长跟秘书也提到，在公所提出的这个办法也是不得已中的必要之恶，是希望能够保住农民的身家财产。以我们现在来讲的话，我们对我们的这个猎枪队的规范，你们会怎么样持续的再来做到像刚刚林老师讲到的这些建议？主持人所说的，我们刚开始怎么不用猎杀这个东西，就是像那个教授所讲的，我们先做一个驱赶的一个动作，更符合一个人性上的一个执行面。先吓怕他，看他能不能退。所以我们以驱离这个为最前提的主要目标，就是这样子，不是一开始就是我要把你杀掉，因为才刚开始。一个月左右而已嘛，成效不好，我们也没有继续下去的价值。成效好，当然就是继续下去。是，谢谢课长。所以我们听到地方的反应，其实他们在穷尽一切的办法，希望能够遏制这个猴害这么严重的情况，来为农民他的生计再继续做永续的这个努力啦我们来探讨，来想一下，还有什么样的方式可能在这个对抗猴害上会有比较积极的作为？安尼对看下不该两团新闻报道。掛住天危險嘅牌，土台中火平山區中途嘅工地案，23號即將做去研讀適合基建複雜嘅農作物，自家做天為苗來減少後害。我會摘片啊，忙摘佢就摘咧，所以講好說啲係現在真容易啊。工地案嘅天苗係自家做天流體，變為為咩較低，無適宜年嘅冇比天多。
但是东海太后天庙葡萄团区设计的天庙，跟它青上坡的3条线如同天，后面天道不学道三么知名。上海屏东满族的农民王小福，至今外嘅王跳人，帮卖本山后、山猪、梅花鹿、家兔列到10到马街道毛。土山季结束嘅时，新抢林木丘步处，做入天木起嘅封后天庙。狗是对会摸过啊，啊土啊是对下骹，对不？阮阵是电网啊，独家网啊就对啦，迄较无效啦。电围网的原理，它是有点像我们电蚊拍的一个原理一样，高电压低电流的原理。那它基本上不会去伤害到人。但是天庙葡萄团区没强调，那係社同隔壁嘅农民強化申請，就王小福同阿高亮兄弟強化申請案例來看，睇咗12萬嘅資產費，土轉至今年睇咗6萬，同挑配補助嘅4萬5了後，其實做3量恢復，總結這些轉本。有些农民就会说山猪会去挖地啊什么的，那这些其实就是我们的围网往地下打，甚至是我们有用 U 型钩或者是一些固定的东西，把整个围网往下固定。今年开始，政府有提高补助的部分，是提高到4.5万，然后只要农地0.2公顷以上就可以提出申请。林木 Q 講對基金無收入嘅農民來講，申請我都封後天廟還先付出成本，所以之前態勢冇乜很早。連晚園林新竹嚟到猥瑣案例，農村切莫使工地三項，農民就看到咗效果，每次開很做天廟來報復自家辛苦嘅成果。虽然语法有据，但是在开枪之前，如果能够用一个网把猴子围在外面，不要侵犯农作物，是不是一个办法呢？我们看到林务局这几年在努力推动的这个所谓的围电网防猴害、防动物害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哦，就看到在果园的四周围上这样的一个软网，然后呢，这个网的上面大概有2到3条的这种电木线会通电的哈，所以这个猴子呢，像刚刚影片讲，它就像电蚊拍的效果，就是一下猴子触到它吓到，因为猴子也很聪明，所以它触到它下了就会躲开，就不会来入侵这个农作物。以这样的方式，在这个乡村或者是农村之间来推广来做到哈。那到底这样子的一个策略听起来是相对温和，让猴子汲取教训就好了。这种驱猴的方式，真正推到民间成效怎么样？我先来请一下我们地方乡代会的主席庄主席，你好。没效了，没效。你0.2公顷花了6万块，有没有？2分地。你不是种那个黄金豆，6万块足足2年才可以回本。猴子不是笨蛋，你为了这2分，我到别分去吃啊，对不对？你直接吃完，那边有电嘛，对不对？电不死我，对不对？我都到别吃，你不可能把整个满桌上都围起来吧？这个电网可以设置在山区，有没有？临近它隐蔽的地方可以。如果说你可以广泛的不可能啦。我们农民是受灾户呢，你叫受灾户来出1万5，政府来出4万5。今年像他们农损程度来讲都没有收成的，所以还要再多花钱设电网。我们农民2分地要花1万5，4万5也是我们的血汗钱，对不对？所以是主要觉得成本贵，现在是负担不了。不是，那个是很笨的那个什么作为。主席首先反映到他从农民收集过来的是觉得没效，我想征询一下现场有没有农民乡亲的果园有围这种电网来防猴的，请举手，我们来听听一下你的意见，有吗？那位穿白色上衣的大哥，你好。我是伫祥林村种红龙果，然后我有围迄个电网，是，结果围这个电网呢迄狗介巧，因为围低低啊，差不多1米悬尔，伊甲你跳过。不就为树顶甲你跳过，所以为这个电网等于无效。好，这是他讲的实际的经验，请坐，谢谢。还有没有其他农民乡亲？有什么建议？有为4小管，4小管拢旧角网起来，达到3元电。伊即摆伊无要甲你对顶管爬起去，下底乌空。哦，跟那个农民发生的状况是一样的。对，伊石头，我用石头甲底呢。石头可能30-40斤呢，伊用骹2-3只用骹甲踢落来呢。我喺厝前嘛，是踢落网啊掀起来，见入面拢5-6只。你什么时候开始设网子的？
我从来就是就一直有涉网啦，但是也没有办法降低那个农损。没有办法。好，谢谢这位农民大哥。林教授，我想请问，东海大学这个野生动物实验室做了很多这样围网的辅助跟设施，真的这么不堪一击呀？没有觉得不堪一击，而且是我们农民的架设方式如果错误的话，或者没有按照 SOP 方式做的话，猴子就会钻进去或者跳过去。所以我们也跟他们讲说，你在做电网的时候，因为辅导上面很重要，所以我们特别有组一个辅导队。你架就要架对，是这样吗？对，你接下来跟我们讨论，我们会去看，我们看过很多失败的电网，都是架设失败。那像农民，你刚刚听他们的意见反映，大概这个电网是架得怎么样？哪一个关键出了问题？没有，就是高度了哈。第一个高度要很重要嘛，不够高。对的，不够高。第二个就是你旁边不应该有大树，因为猴子会跳过去，所以旁边要有留一些缝隙，让猴子没有办法。另外下面的话，那个网一定要架钉子网把它插住，不能让猴子挖洞。所以那个选那个架网的位置，通常都是要稍微看一下。所以电网有没有效，要看它装的对不对。律师你怎么看？其实，在台湾，不管是东台湾还是中南部，有很多农民真的，第一个他就是自架电网，或者很多那种科技猎人会帮忙协助架电网。你看到的例子，你所听到的，在微电网上这个防动物害有哪一些存在的风险或问题的？我们在东部有看到，就是那个导致于人不小心死亡的案子，在慈山那边要电猴子，但是电到人，电死了。对，就是可能这个，因为它毕竟是有电的东西，所以我想 SOP 上面是非常的重要。可是我还是觉得还是可以按照21条做，用这法律规定用21条，野动法21条。依法有据可以猎杀移除的。对，我是觉得如果法律可以规定这样做，那其实现在是原住民可以有猎枪，那现在比较麻烦的就是汉人的农民。对，现在汉人的农民是最可怜的，就是变成只能用，他们不能有枪支来。对。那现在是汉人的农民，你们要怎么自救的问题？那围网是一个，另外一个是可以申请十字弓来使用，也是一个方式。对，是，谢谢律师。那组长我就要请教。围网有没有效？然后还有防治猴害，是单一的方法来奏效吗？还是律师他刚刚提到了，是不是其实有很多方法应该多管齐下？各位可能可以看一下哈，这个很简单的哈，我们刚刚讲到4个示范地点哈，它的实际的成效，包括在新竹、在台东、在这个云林的古坑好像也有，都有。对，所以实际上呢，经过了他们架设电网之后，其实可以从原来的收成，架设之前只有2到3成，到架设之后只要这个短短的时间1到2年就可以回本的哈，这是第一个。所以是确实有效。刚刚农民反映，他们就已经没有收成、没有收入了哈，那这样子马上还要再花一笔成本来盖电网，所以我们的补助方式是不是其实比以前都更友善？是补助方式的话，可以看我们其实这个试验的计划已经执行3年，从105、106到107，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要2分地0.2公顷以上就可以申请，它可以中央可以45000块哈。那果树从早期只有果树，现在扩张到这个蔬菜、项目也变多了，黑豆哈也包括在里面哈，或者是其他的薯类。那另外呢，我们就是希望透过联合式的，克林五爷农民无到2分地外塞，用联合的方式哈，像多少我讲的2个兄弟，他合起来超过0.2，那它的架设起来的成本，还有使用的电木器，其实都可以节省起来。但是我们先整理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先来回应老师。我只想问一个问题：究竟围网怎么样更有效？在以地方乡公所的这样立场来讲，怎么样才是更有效？刚刚我们的主席就讲，哎呀，我才2分地，你2分地就给我围一个圈，2分地又围一个圈，我们满洲生产农作物也做观光，这样就不能看了。所以是这个网要围的万里长城吗？还是怎么样做才有效？这个有讨论过，我们有跟中央讨论过说。县市政府可以去调查一下大概农地跟森林地的关系。那我们有建议说，县市政府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架比较长的。就刚刚代表所提点说，可以把山区跟农作物地隔离。那这个就是完全是由县市政府来资助，不需要农民自己出一半或出1/3，就是完全是县市政府来做。那这个的确是要县市政府要积极的去看它的农作物地的变化，这是第一点了。那这样就可以降低好像一个小块一个小块了。那个方式是可以改良改革的。对。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说，在猴群的出没状况比较危险的地方，那我们也建议说，这个如果是为了要自己的农作物生成，还是可以架电网。另外呢，我们认为就是还有多重的管理，包括驱赶各方式，因为猴子真的是聪明啊，那我们也不是说单一方式就可以100%的赢，而且就像讲，有一些它会移到不同的地方去吃嘛，那别人没有架电网的农民可能会抗议，所以在过去我们的例子里面，古坑他们就用联合驱赶队，
他们就组成联合集团，把整个的那个产销班的围起而大家来帮忙，彼此互相协助。你说的联合是谁跟谁联合？对，所有的地大家联合起来，那大家出人力，大家来驱赶，这个方式就可以让猴害降低很多。是，所以我常常讲说，哦，猴子是我们的产物嘛，是我们跟我们人一样，它比我们早到台湾来，你不能把它当作是敌人呐。那如何跟它共存，长期抗战，这个大家都要花心血。那当然损失一定要想办法用各种方式来弥补，这个我们一定是支持的啦。是，我们来想方设法的跟我们的这个在这个基因上是好像是老祖先的这种猴群类哈，这灵长类，怎么样的找到一个方法？刚刚我们的那么多农民乡亲听到我们的台上来宾在谈的说，我们要防治这个猴害有各种做法，不知道各位乡亲还有什么提问或者建议要来谈，利用这个时间来提出来，开放。啊，你若要围电网，阮外行啊，你规些阮的山拢甲围起来。伊就袂落来啊嘛，你就叫政府管围电网的，他就叫阮百姓围电网咯。啊，阮百姓大家都围，拢围伫阮的所在。你要规说叫垦管处中央政府的垦管处伫管阮嘛，你管的土地，迄个霸占5000几甲，你就5000几甲开始拢围互恁。好，刚刚这边也有举手的乡亲，我们先开放还没有发言过的哈。我目前是用一种方式，我是用 BB 枪。十字弓 BB 枪那种方式去吓他打他。我们用 BB 枪，然后用那个环保弹，因为它是用玉米粉做的，所以不会造成生态的污染，反而还可以做成肥料。我觉得满洲乡公所可以成立，可以创造一些就业机会，招募一些我们自己满洲人回来拿 BB 枪，由公所付给他薪水嘛。也帮农民解决问题。对呀，是好，谢谢。刚刚那位穿蓝色上衣的先生。啊，即摆恁讲是讲拢农作物的问题啦。啊，足侪乡亲咧种物件吼，嘛无法度种啊。迄狗巧我讲，今仔日你挽金龟吼，伊伫遐看着哦。啊，你走，伊就来挽安尼。伊毋捌挽过物件，伊袂去挽。啊，你即摆你若挽过吼，伊知讲可能这会食着啦，伊可能会模仿啊。啊，无就伊脑筋嘛介好啊，伊就知影这会食着。所以金龟啦、菜龟啦，啊，包括讲你乌豆啊，你拄啊压落去哦，你甲芳光光伫遐有袂吼？你即摆你芳好要压乌豆，压落去差不多40-50只，就伫遐你捡个乌豆啊。啊，你是要怎去防治啦？是。即摆我甲你讲，佫较严重，入人的灶骹你摕物件你食。阮厝目顶呢白肉粽，入去偷地肉粽咧。啊，阮老伙仔即摆向要甲关铁门哦。特别家己啊，结果规个灶骹拢个生活底下，拢落伫涂骹，伊搁甲开门互走出去，嘛唔知要甲安怎。谢谢。啊，逐工就伫我的厝顶，伫走来走去。这位大哥讲到哈，不只是大宗生产农作物受到损害，其实一般人的日常生活，这个猴子都欺门踏户，都生活都乱了，是不是？还有其他乡亲朋友在借势，我再开放2位，还有没有农民要提问的？这位举手的先生。要围要安怎？这个责任爱互国家公园来管理。因为拢犯着，拢因在甲咱限制嘛，所有的土地拢等于国家公园甲咱限制掉的，所以这个责任要由国家公园来负责。我请问一下哈，因为哈，其实，在我们满洲，其实种农作物的很多，听说不只是这个猕猴，以前在梅花鹿也有很多是这样的状况，你有听说吗？对啊，梅花鹿也是国家公园放养的啊，所以责任是在他们啊。梅花鹿哈，它现在到什么植物它都会吃，只要绿色的。不管是什么，它都吃掉。现在山上有很多树种都被他们啃光了啦。好，那还有没有其他乡亲要发言的？我是感觉讲咱的农委会开放，这保育卖较严，开放，每一个百姓拢有机会看到就拍，看到就赶，看到就杀安尼。那咱就玉山猪安尼较有效尔。你偌济钱，你政府偌济钱，阮农民无收阮偌济钱来买人啊。我问你，真正阮偌济钱来买，所以会造成百姓难死，失业较济，所以相当也是中央、中央也是农委会，爱搁去研究。恁是读册，阮是无读册，是说你要山高省长的问题解决，所以你来开放安尼啊。这个猴害真的已经是影响到农民的生计，也影响到日常百姓的生活。公所这边还有什么策略，或者你们想要提问的？啊，阮是希望会当组一个啊，以满洲的原住民来讲，有1-2千人，阮会当组几百个嘛，袂要紧啦吼。这条钱咱一定要开啦吼。啊，事实上，
咱不管是用电网也好，用放炮，还是用即摆用猎枪去驱赶吼，这拢是较消极的办法啦吼。啊，咱林教授甲咱夏处长吼，伫遮吼，应该以恁专业的角度吼，咱是毋是来研究怎么控制这个数量？莫有伊伫完全无天敌的这个状况之下吼，这个毫无节制的安尼一直繁衍吼，这个数量要控制啦吼。今天我们恒春分局的侦查队的大队长来到现场哈，因为刚刚公所也提到，是希望更多你们之间更多的沟通跟配合，来壮大这个猎枪队。你们的管理上有没有压力跟困难啊？可以怎么样来帮助配合？有关原住民自制猎枪的部分，它是必须要原住民的身份的哈，才可以向我们相关的主管机关来提出申请。那原住民自制猎枪，你申请提出合法持有之后，必须你本身自己下去做使用。你如果要转让给别人或提供给别人来做使用，或者是寄存，然后陈列等等之类的，都必须要主管机关这边来给你核定之后，你才可以转借给他人来做使用。所以刚刚那个穿黑色上衣大哥或者是穿红色上衣的大姐，他们是汉人族群，所以他们不是那个身份，不能有猎枪，他们就不能够来驱猴吗？刚刚乡长提到，我们这边的猴群数量已经达到5000多只，那猎人可能只有10个而已，可能比较会有困难一点。但当然，基于农家子弟，我本身也是农家子弟哈，我们也是站在我们协助的立场啊。我们恒春分局这里，如果大家有符合资格可以提出来做自制猎枪的申请的话，基本上我们都会来做协助。是我们非常谢谢队长来这边做的说明哈。其实安妮卡节目景夯斗里啊，可能要讨论的就是说，大概一个小小的结论，就是我们可能是要有多元的防治方法来对抗，或者是说来对付这一些非常聪明狡黠的这个台湾猕猴。但是这个方式呢，可能就不是单一，大家多种方式来多管齐下，是希望说，不管是在短程、中程、长程，都能够做到一个比较策略性的规划，然后可以达到我们人好猴也好的情况之下，来继续我们的这个生活生计。你啊，跳过后不该养苹果技术那一款哈，到底还有哪条缝隙，也还有哪些思维，是不是像刚刚我们农民朋友讲到，可以稍微转换一下，透过观光的方式或者其他的方式来针对这个问题呢？你先跳过后不该养苹果技术来讨论。山后整于田丘度抢农民的农作物，农民见到唔标用改善，但是山后算系保育率痛稳，民众唔敢违法，咪唔攀得伤害。即摆都拢无看啊，伊电鸟就惊都唔敢来啊！伊嘛是有伊嘛是有生命，伊嘛是有灵魂的啊！你甲抬，咁抬的都唔敢呢。今年传出农委会李木桥按算头6年的会议，同山后对加深动物保育率共走一般率，附后的团体坚持反对。那在它还是保育类的状况，这种被虐杀、被毒杀的状况就已经这么频繁了，更何况是降成一般类，所以这对他们生存的危机，我觉得会更严重。照估算，山后的畜群数量，头10万年内对20万外只增加到差不多30万只，对畜群数量增加按多，农委会主委林松贤甚至按算做去里度表。我经营选区，经营到我一样到放炮，放炮要怎惊搞啊？那我想我们会请林务局啊找几个离岛适合的地方，我们就集中野放。但是按来建议，突破团体同受害农民做好反对。那很离谱了，那个本来就不是他栖息地。咱家都互伊食，他家袂堪的啊！你掠遐人，因遐人诶。没办法解决。台中20年前，农委会是委托国家同30外只的山后，负责5批并去离岛澎湖的4国字，但是次枚还是失败。除了阿有渡河的环境，没有有人在照顾。多算头部分的山后走去离岛，山后的发通机会同人的发通机会强款系重贴，按用选是保障农民的休闲，未是保育山后的生态变作静态的难题。好，用多元的方式，然后既符合人道呢，又有效的可以进行这个数量的控制，这种侵犯行为的遏制。
能不能让这个动物害在满洲，或者是甚至其实很多全台湾都面临到这种因动物害而产生农损的地区，能够让这个状况变成不是那么棘手？我们垦管处的秘书，我们的林清旭林秘书今天也来到现场。秘书你好，请教。统整刚刚农民相信的问题啦，哈，他们这面临这个猕猴害相当严重的问题，他们也想到说，过去其实这个梅花鹿危害也相当严重。那我们垦管处在过去对这个梅花鹿的野放，是不是某种程度造成了农民的压力？所以农民现在就来提到说，这种等等动物害或者是围网补助协助这些办法，垦管处是不是跟林务局跟我们的公所都应该积极来面对这个问题？请问有没有一些回应可以给我们乡亲的呢？在106年4月之前，只要有苗鹿有农损的农民，他可以来跟我们领取那个围网，而我们围网的高度是2米高。跟林务局的这个他们规划的一样。我们是2米高了哈。那个围网之后哈，其实我们依照有申请围网农民的一个他的经验，或者说他的一个成果的一个分享哦，我们认为这个2米高的围网事实上还是有某种程度的一个成效哦。除非当初你在设置围网的时候，那个技术上你没有到位哦，才会有破洞，或者说后来它因为时间久了腐烂之后，它也自己破洞了，才会造成农损。好，那这个农损哈，如果说还是有农损，我们第2阶段就是在去年的4月，我们就有订定一个梅花鹿农损的一个补助的作业要点。哦，那这个梅花鹿的农损，你只要有农损之后，我们会会同乡公所，我们会看之后确认你的农作物的农损的损失率如果达到20%以上。我们就可以给你现金补助，还有有机肥料的补助。在地方防治这个梅花鹿的历史更早，那现在碰到这个猴满危害的情况，是不是也要来协助一起帮忙？有一些什么对策？是。那以国家公园法来讲，因为我们的法是民国61年6月13号总统公布的，当初并没有针对这个野生动物来规定。那依照中央法规标准法的规定，你如果有对一个事项有特别的规定，那就适用那个特别的规定。还有就是后法优于前法。那野生动物保育法，它在民国78年立法的时候，它是针对野生动物就有一个特别的规定，而且它是后法，所以我们以我们的立场，我们是支持野生动物保育法的一个作为。所以在国家公园里面，你如果是台湾猕猴，你要去猎捕或宰杀，我们是没有意见的，是支持这个作为。那现在了，公部门哈，官方就说了嘛哈，依法有据，在动保法21条的规范下，是可以进行这个所谓的猎捕宰杀，也就是移除的这个动作。如果说你们有被猴害梅花鹿来侵犯，我也会协助帮忙，也会补偿一些补助的经费来帮你们做电围网，所以我方式也都有了。那请问农民听到这边，觉得我们猴害问题、动物害的问题就解决了吗？还是你有没有什么问题要再提出来的？请举手。我们一个一个来哈，先请这个总干事，再请后面那位先生。那个，阮州吼有2种害，即马就是梅花鹿甲狗。梅花鹿呢，属垦管处放出来；狗呢是祖先放的无唔对，但是属农委会管。所以讲，我是感觉这2个单位是不是联合起来？规说啊，你架设围网，你无可能讲你围一地，我围一地，规个满洲唔同拢总围了了，要围到电视啊，200公顷至300公顷，你要围偌济围网啊？敢会看得袂看得啦？我是不是讲，和因这2个单位呢，共同来补助啊？一个是那个内政部的嘛，一个是农委会的嘛，哦，是不是啊？这块来补助为伊山边呢，拢总围起来，啊，伊边遐河海拢围起来，是不是代志较好解决一半较低？是不是政府是不是要共同来管？是这2个问题我们听到了，谢谢总干事。中央莫阁有背势，阁申请。过来个安怎电网的技术啥的，阮农民无爱迄啦，阮爱就是讲省出来，当阮补助啊电网啊，你哪种好，阮慢慢阁请来阁配合款。我认为讲地方地你无钱嘛，无必要阁来补助这个款项。啊，你敢听？听到民众的建议了，谢谢。首先，林教授，我想问一下，听说日本的猴害比我们台湾更严重，对。那他们日本政府做到的程度呢？他们每年中央政府花60亿日币，基本上台币20亿，但是他们有三阶段。他要各县市政府要提出你的防治策略，是中央政府来审查，可以我就给你钱。那县市政府他能力也有过，他就会交办乡镇，那乡镇通常就会刚刚有居民提出来，NGO 团体就会回来，你要让年轻人
因为这个家乡它可以帮助，所以他就开放给他们年轻人回来成立 NGO 来协助这些乡村来提供这个防治的一些策略跟手段。那他们层层的这样的帮助的话，效果就很好。所以中央找钱，县市政府要找对策，对，执行就是乡镇。在乡镇因为还是牵涉到有一些人力问题嘛，所以他们就委托比较有专业的 NGO， 而且让我们年轻人可以回到家乡啦。是，这跟我们的乡亲合作，大家一起来思考。家里够用嘛，大家来走啊！那么夏组长请教，刚刚我们农民乡亲也提到了哈，梅花鹿过去危害他们已经是头大了好几年，那接着又是这个猕猴害，那他要提到问题说，除了相关的防治做法之外，那现在垦管处的秘书刚刚也讲到了，在超过一定的损失面积，甚至可以达到这个农损的现金或者相关有机肥的补助。农民也提出这样的呼声到这个林务局，请问这个是等同视之的吗？好，针对这个，其实刚刚农民跟我们代表所提到的这个农业天然灾害损失的这个部分，基本上其实它是一个天然灾害，大家都知道，几个台风、几个大雨来，它是一次性的，它在后续的评定、断定的这个部分其实是 OK 的，没有问题哈。但是猴害其实它是一年都有，对，当时都有哎，所以我跟你讲在现在我们极力的推出各种不同的防治的方式，好的时候，就是大家尽量就是先试着各种不同的方式。再去做后续的一个执行操作了哈。这个是夏组长的回应。那最后陈律师我也要请教哈，刚刚农民提到，当然他们可以领略得到说这个防猴害的方法有很多种。以目前现在满洲乡公所他们就是成立全台湾的第一个这样猎枪驱猴队来做执行。做移除这样的具体动作啦哈，不晓得您律师你来看，以解决这种动物害的问题，你给乡公所还有给地方的建议呢？就是目前看起来法规上面是没有问题，现在就是数量的问题，就是可以配合的族人事实上是不多，对，所以可能在做防治的部分，在移除的部分，在有一点心有余而力不足。那刚刚有乡亲提到空气枪的部分，就是汉人持有空气枪的部分，就是我要提醒一下，就是不能去改它，因为一旦去改它，如果你换了弹簧或用了一个大钢瓶，现在最容易违法了，就会变成改造枪支，所以会变成3年以上有期徒刑。有没有办法跟警政署这边赶快跟他们讨论，能不能用人民团体申请制式猎枪进来使用？那由协会就是人民团体的方式，我想是一个未来可行的方式。就像刚刚教授讲的，我们以后就是成立人民团体，包含枪支，然后包含那个去狩猎的人、防治的人，其实也可以让年轻人可以回来。那所以用人民团体，我觉得是一个可以试试看的方式。那警政署这边可能我是觉得可以试试看。对，所以越讨论越改革，都希望有那个一个新的做法哈。好讨论到俩哈，因为刚可能还有动作改用性，朋友还有未有讲哈。再开放我们最后一次机会，请台上来宾做结论。猴害这个部分，我想给林务局做一个个人的建议。猴子这个它是一个野生动物，它吃饱了它就不会下来。它前几年10几年前树枝可能比较少，但是它为什么不会逛垦丁大街？因为它多了没得吃，它才会到人民的那的它下山找食物总是有背后的原因。那你为什么不在山上种足够它可食用的植物，分4季让它吃，吃饱了它就不会下来？比方说现在那个香蕉那么多，你为什么不买来山上丢给它吃就好了？这很简单的事情，那你不做，那香蕉滞销，然后这边火龙果是农损，然后才这么简单的问题，那上面。好，那最后问题要请教林教授啦哈。其实以日本的借重他们的经验来看哈，这个防治猴害其实可能没有办法在哪一年哪一月就完全将猴害赶尽杀绝到那种完全零和的程度。我们可能要面对的是，可能大家都要继续共存在这个地表上。所以有几个什么样子，你这长期以来的研究是可以给我们的国家单位，也给我们的地方上一些建言的。第一个还是要先了解猴子的基本的族群数量哈，因为我们对猴子的数量还不是很清楚。像满洲乡州这边有7000只，甚至5000只，甚至破万。对，这个当然我们不清楚，所以我基本上国家应该要长期要做猴子的族群数量监测，就像国外一样，他们都有固定在做族群监测。哪个地方如果超过它的环境容取量，就要启动所谓防治的对策。
那防罪当然要有各种不同的层次了哈。是。当然，刚刚满洲乡这边的猎猴，其实我们也某种程度我也是支持说，有必要的话，那个族群数要下降，如果过多的话还是要下降。那今天我们会看到说猴子会比较多的问题哈，大概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猴子不怕人的。以前的野生动物是怕人，那现在猴子不怕人，通常我们认为是有2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我们没有好好教训它啦，就是说它吃到甜了之后，它就常常来。然后我们过去可能都是觉得容忍，然后容忍到之后它就不怕你了。所以这一点就是要让猴子先惧怕人，所以驱赶啊或各种方式都让猴子怕。而且很多人会看到猴子还蛮可爱的，我就请你吃东西，喂它吃东西，这个是不能做的行为。第二个就是不能喂食，刚刚有提到说香蕉要放上去，那个都不能，因为喂食我们有研究过，喂食的话会造成猴子的数量暴增更快。适得其反。对，适得其反，因为它本来5年才成熟生，它3年就可以成熟生。它1年可以生1次，1年是2年生1次，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过去看到喂食的地方猴群数量暴增的一个原因。所以这2点一定要让猴子惧怕人，不能够喂食猴子。这2点要做到之后，那其他的方式就慢慢可以把猴子跟人之间某种程度就隔离了。隔离之后，我想它的危害就减少很多了。谢谢林教授，谢谢我们的来宾。想要完全的消灭这个所谓的动物害，这要看你怎么定义，可能是难的。但是如果说我们彼此都能够找到那个防范点，猴群不下山，不进入你的果园，你的果园也没有侵犯到山猴的生活栖息领地，那可能也是我们要好好接下来要思维的部分。希望透过出面台湾嘅讨论，能够得到咱相关单位嘅重视，相对的提出做到罕卡到有效嘅判翻吼。咱系出面台湾今日累到两篇会公嘅目的，也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今日嘅讨论就到了，感谢大家。